被討厭的 podcast 係一個探討情緒管理嘅 podcast。喺呢一度，希望透過唔同嘅議題去幫助大家將一啲唔同嘅理論融入生活，令大家喺呢個高壓嘅社會上面，即使遇到唔開心，依然能夠開開心心去過每一日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被討厭的 podcast， 我係你哋嘅主持 Wonnie。今集呢，我好想呢去講一講為自己而活呢一個話題，亦都係我最近呢去學緊嘅一科。其實我從來都唔知呢，原來呢一堂係咁重要，所以好多時唔經唔覺呢，我都跌咗入去一個思想陷阱，就係人哋想自己點樣，我就根據人哋嘅指標去做。A 想我去做呢樣嘢，我照做。B 想我去做呢樣嘢，我又做。因為我好想得到人哋嘅認同，慢慢我就冇咗自己，亦都好迷失。到底我係一個點嘅人呢？呢個問題我問咗自己好多年，但今日我學識嘅係，人哋嘅期望係人哋嘅事，我自己本人嘅意願先係最重要。無論對方係邊一個都好。唔係下下都要因為人哋嘅期望而達成嘅，自己嘅人生係自己嘅，冇一個人需要為自己任何嘅一個決定去埋單。對方去想你做呢樣嘢，你唔想，但你又要去做喎，因為你覺得對方好重要，你唔想佢失望，所以你強迫自己去做到呢樣嘢，結果受傷嘅係你自己。舉個例子。你阿媽叫你食飯，但你唔肚餓，甚至你好飽，咁你要為咗滿足媽媽嘅期望，夾硬去食飯，定係你可以坦誠咁同佢講，其實你唔肚餓呢？其實我哋嘅人生唔需要為任何一個人去負責，都唔需要去滿足其他人。我哋自己條路係為自己負責任，適當嘅說不，係你尊重自己人生嘅其中一環。任何人俾你嘅意見，只不過係一個意見。為自己而活，忠於內心，尊重自我，優先去照顧自己身心嘅需求，做出符合自身價值觀嘅選擇，而唔係一味咧去迎合其他人嘅期望。呢個先係愛錫自己嘅表現。當我打緊呢份稿嘅時候，我個人喺醫院，我要作出一個決定，就係我繼唔繼續我嘅工作。我嘅身體狀態，醫生表明我唔適合，但係如果我唔即刻出院，繼續我嘅工作，我就會過唔到今年嘅 appraisal，然後我就會冇咗份工。喺呢個市道咁差嘅環境，我好清楚知道再搵過一份工係好難嘅事。醫生呢都想我休息先，但老實講，我唔想放棄，我唔想冇咗搵錢嘅能力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我自我嘅價值。冇咗份工，我覺得就冇咗我嘅價值。呢個時候，我嘅姑娘問咗我一個問題：點解你嘅價值係嚟自你嘅工作？係咪只有工作先至可以代表你嘅自我價值？某程度上，我好清楚知道，無論係工作能力，抑或係情緒狀態，呢份工其實未必適合我。即使我已經喺呢度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，但原來當我學識放下，知道明白休息並唔代表係一個句號，相反，其實佢係一個逗號。當下我作出選擇休息呢個決定之後，我成個人鬆晒，或者一直以嚟，其實我都好想有個人去同我講，不如你辭職休息下啦。我好想喺人哋把口度聽到呢句說話。某程度上，呢個係我唔想為自己負責任嘅行為。但今日我好勇敢咁去為自己做咗個決定，就係我放低我嘅工作，先將自己嘅身體處理好。喺呢度，我分享自己嘅故事。我想強調嘅係，自己其實係可以係自己嘅話事人。你嘅決定唔需要一定要有人支持，
亦都唔需要係活喺其他人嘅期望底下，活在當下，做翻你自己。只要你唔係打家劫舍奸淫擄掠，其實做自己係冇問題。成日都話你自己都唔愛自己，人哋點去愛你呢？其實懂得活在當下都係一個愛錫自己嘅行為。與其去討好別人，不如我哋嘗試學習討好自己，愛錫自己，多啲問下自己想點，而唔係問下人哋想我哋點。好啦，今集分享住咁多先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